Hi，我係 Alex。之後 Time 係一個賣手錶同手錶故仔嘅 channel。買手錶當然係要俾錢啦，但係聽故仔係無價嘅。你仲唔快啲 subscribe 同加入我哋嘅 Watch Club？ 今集嘅節目要開始啦。Mr. Trump, here you go. 3 medium pizzas, $5 each. Tell you what, I'll counter that offer with an even better one. Here's the deal. You give me those 3 pizzas, only I'll give you just $5 apiece. Sure. Okay. Still got it, Donald. Still got it. Still got it， 加咗啲乜嘢呢？大家，你哋估唔估到今集要嚟講嘅內容係乜嘢呢？其實 Donald Trump 一啲都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手上嘅 pizza。呢個牌子曾經喺香港風靡一時，而家已經改咗名做 Pizza Box， 但係佢嘅前身係叫做 Domino Pizza。有返一定年紀嘅你一定聽過呢一間公司。今集就係要嚟講 Domino Pizza 同 Rolex 之間嘅關係。一隻800蚊美金嘅錶點樣由二手市場炒到上3000至15000蚊美金不等？如果有興趣聽呢個故事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我哋咁鬼慢嘅，等下一個出場啦！你又快啲，你又快啲，你又快啲！哇，都係太慢啦你！再俾個正確例子俾你啦，勁快勁快勁快！嗱，呢啲先係快啊嘛，3兩下手勢即刻搞掂一個 pizza 俾你睇。點解佢哋要咁搏命啊？因為有 Rolex 啊。Domino Pizza 係而家全球最大嘅薄餅連鎖餐廳，1960年由 Tom Monahan 創立。由一間分店發展到而家全球超過1萬間餐廳，僱用嘅員工超過30萬人。去到1977年嘅時候咧，公司創辦人 Monahan 咧有一日咧就帶住咗一隻咧有 Domino's Pizza 標誌嘅寶路華手錶。個經理見到咧就問佢：喂，點樣先可以得到一隻咁嘅錶啊？點知佢就隨口話：每週銷售額2萬美金，我就送俾你啦。過咗冇耐啊，呢個經理竟然達成咗目標啊 ！Monahan 咧就即刻除咗隻錶咧，就送俾佢作為一個獎勵。呢個就係後來 Domino's Challenge 計劃嘅起源。Monahan 咧認為呢種獎勵唔單止能夠提升業績啊，仲可以令到員工喺日常生活中咧炫耀自己嘅成功。不過當初嘅獎勵咧，其實就唔係後來嘅 Rolex 啊，而係印有公司 logo 嘅 Seiko。不過精工又點能夠滿足到班員工呢？所以 Monahan 好快咧就發現啊，如果要激勵佢哋嘅話咧，就需要一啲咧更高檔嘅物件。所以去到咧70年代尾嘅時候，佢就選擇咗用 Rolex Air King 咧作為一個主要禮物。呢一隻咧就係當時其中一款嘅 Domino's Pizza 嘅 Rolex。最初嘅要求咧係每個禮拜銷售額達到2萬美金。後來因為都係通貨膨脹，再加埋咧 Rolex 價格咧飆升，所以咧就調整到咧每4個禮拜銷售額達到25000美金咧，先至可以得到呢一隻錶。不過啊，你想得到呢隻錶咧，其實咧基層員工係冇份㗎。Domino's Challenge 咧係一個業績導向嘅獎勵計劃，針對嘅係加盟店經理同埋擁有者。所以片頭你做 pizza 做得快呢，其實益嘅係個經理本身，非常之符合資本主義剝削勞動階層嘅事實。早期嘅版本呢，就會將個 Domino 嘅標誌呢放喺錶面，但係後來啦，為咗要低調啲啊，又或者咧避免啲員工自行修改或者覺得尷尬呢，就改咗做呢一個版本，將個標誌呢就放喺個鏈帶嗰度。至於我個人嘅睇法就係，我覺得你個標誌搬咗落去個錶帶度，唔係更加尷尬咩？依家唔單止個錶帶上面有 logo， 錶底都有 logo。你本來想正正常常帶隻 Rolex 出街，想低調，想要有翻少少嘅私隱。依家你帶呢隻錶出街，都唔使人哋問啊，
都已經知道原來你就係做 Domino Pizza 嘅，所以呢隻錶亦都係最侵犯私隱嘅手錶，連張保卡都寫明買嗰個人唔係你啊，係 Domino Pizza。雖然呢隻錶又侵犯私隱，又剝削基層員工，又令多人尷尬，不過喺資本主義嘅原則之下，有得炒嘅嘢就梗係炒啦。所以當時呢隻錶咧只係值800蚊美金，後來 Rolex 咧就停止咗大部分嘅訂製合作，令到呢一類訂製合作嘅款式日益稀有，反而成為咗手錶收藏家嘅對象。依家 Domino Pizza 嘅 Rolex 咧，如果你冇翻幾萬蚊至到10幾20萬咧，你都唔使旨意買到一隻。所以如果你用炒價買一隻 Rolex 嘅話咧，你就係買一隻炒價嘅普通 Rolex。如果你用炒價去買 Domino Pizza 嘅 Rolex， 你就係收藏家。我又要講嗰句，成日喺度諗你隻錶保唔保值，你隻錶係唔係全套，你隻錶係用乜嘢材質，你就算有幾威水啊，你都唔及買一隻又核突又尷尬，但係背後有故事嘅 Domino Pizza Rolex。如果你有興趣買呢隻手錶嘅話呢，其實而家 Chrono 24仲係有好多嘅貨可以俾揾得到。可惜嘅係，你帶呢隻錶去 Domino Pizza 係唔會有額外折扣，而更重要嘅係，其實香港都已經執晒笠啦。呢個係飲可樂嘅人，呢班係飲可樂飲到上咗腦嘅人。呢支係可樂，呢罐係可樂，呢個係可樂個罐，呢個係可樂花，呢個係轉嘅可樂，呢個可樂杯，呢個可樂蓋，呢隻係可樂嘅 Rolex， 全部都錯啊！呢隻先係真正嘅可樂 Rolex。同場加映啊，再講下兩款咧公司訂製版嘅 Rolex。Coca-Cola 咧喺50至70年代咧有一個25年服務獎嘅，針對嘅係服務咗25年嘅員工，特別咧係管理層。即係咧，如果你拎啲可樂去上架啊、上汽水機啊，咁啊都係冇你份嘅。唔知點講，我覺得咧 Coca-Cola 呢個版本咧就比起 Domino Pizza 嗰隻咧嚟得優雅同靚嘅。唔知大家點睇？其實除咗呢個版本之外咧，仲有 Honda 都有出過。我相信咧呢一隻就冇乜人知道。據說呢個版本咧總共生產嘅數量咧不多於10隻，屬於公司訂製版本嘅 Rolex 之中咧傳說一般嘅存在。我嘗試去揾呢隻錶嘅影片啦，同埋資料咧，我都發現咧係非常之少嘅。不過整體嚟講咧，因為呢隻錶咧有咗珠帶啦，同埋成個錶嘅設計啦、Honda 嘅標誌啦，個感覺咧亦都係冇咁突兀。好啦，今集就同大家一次過介紹咗3隻公司訂製版本嘅 Rolex 啦。唔知大家覺得呢3款錶入邊咧邊一隻最靚呢？不妨咧喺留言區嗰度討論。今次就真係冇辦法叫大家咧揾我去買呢3款錶啦。如果你想買嘅話咧，都只能夠真係上 Chrono 24。不過大家如果都係想買錶揾錶咧，就記得揾我。呢度咧 HK Take Your Time， 我係 Alex， 咁我哋咧下集再講，拜拜。你哋有冇聽過時光里程啊？時光旅程咧就係專收你名牌手錶嘅。如果你嘅手錶需要維修、抹油、打磨、翻新，就記得去時光里程啦。時光里程可以幫到你，揾佢哋啦。我話嘅，重慶大廈再行前少少嘅2樓就係時光里程啦。